喜氣紅色為底，以書法呈現一馬當先4個字，並搭配陳廷輝簽名，整體設計簡單大方，除了展現清高年節氛圍，也呈現出陳廷輝勇敢向前的勇氣。大家如果在關注廷飛的春聯我過去都是以比較 Q 版的方式設計。那今年因為我愛上了這個書法家的字因為他在我的這個影片當中幫我寫了這個8個字，這個守護台南，還有改變台南，讓我感受到他的一個氣勢。也是不只是氣勢，還有溫柔，所以我就拜託他說：“你是不是可以幫我寫4個字？”他就寫了“一馬當先”。我相信這是一個祝福。在我們還沒出現的時候，他就寫了這些字，然後給我祝福。那我就把這個字把它變成我的春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除了有堅毅、有溫柔，我常在講，廷飛不一樣的是，我的腰比人更軟，我可以傾聽人民的聲音，這就是我們的溫暖與溫度。可是我也比別人更堅毅，我可以騎着鐵馬8天37區，總共超過510公里。我們要給大家知道的是，這不是一馬當先4個字而已，而是我們要站在人民的面前，讓大家有信任感，而且有溫度，讓大家能夠放心把台南交給陳廷飛。活動現場包含市員陳秋平、陳碧玉、蔡秋蘭、李偉智、周麗金、陳怡貞、吳同良以及蔡宏全執行長校長共同為新年揭開序幕。2026一馬當先，陳廷飛。陳廷輝表示，一馬當先不只是新春祝福，更是一種對未來期待甲態度。伊指出，新的一冬，希望每一個人攏會當勇敢向前，為家庭、為生活努力打拼。陳廷輝也強調，今年完全以書法呈現春聯，是希望透過傳統的筆墨，傳達穩定、踏實甲累積的力量，呈現出一馬當先的氣魄。伊也期待這份春聯會當陪伴市民迎接新的一冬，再來向前的勇氣甲祝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